再來看這行為有影是真不可取，這是屏東的小琉球呢，有遊客是去到宮廟邊的長樓梯，騎奧多擺安尼穿就行，閣安尼弄落行，甲危險當作是刺激，而且閣有人呢是為着看這煙火，走去爬這3層樓高的燈塔，互在地人看到是真討厭。主管機關是表示講，這遊客若准有破壞漁港的設備，安尼上懸會當罰到50萬。油門吹落去，衝上驚，當作家己像咧騎越野機車，甚至若騎若錄影，無佇安全帽。這是小琉球三龍宮邊仔的長樓梯，樓梯中的行，真做民眾調整騎車技術的所在。魚港暗濛濛，風真透，所有民眾佇大福魚港為着要看煙火，直接爬去3樓高的燈塔。不過，這個行為毋若有安全疑慮，可能閣違法，互小琉球當地居民感覺反感。這款人咧爬啦，還是講喺公路邊啊？係啊，可能有啉燒酒才會甲爬遐進去，行到遐，干那行點錯，腳口尾就拗開啦。路草無適，閣要騎緊，離巷仔口迄個你也知影，你也要弄出來，逐日都出車禍啦，啊來就救護車就安加叫。居民會遮爾反感，就是遊客攏無遵守規矩。民眾衝上行的所在，就是三龍宮廟埕頭前的樓梯，徛佇頂懸對下骹看，上落行角度袂細，無細機騎奧多擺跋倒，受傷會真嚴重。八港口咧引導漁船的燈塔，差不多有10公尺懸，若摔落來，除了使用醫療資源之外，造成設備損害，閣要罰錢。攀爬轄區內漁港燈塔事件，以嚴重危害自身安全，倘造成公共設備損壞，將依漁港法第18條第1項第1款規定，處行為人10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。熱人到啊，到小琉球觀光佚佗的遊客嘛愈來愈多。當地居民表示，袂少民眾因為無照起工，常常攏會發生車禍。伊嘛呼籲，希望遊客會當遵守規矩，互相尊重，才會當耍了歡喜安心。記者柯明哲，屏東報道。